大家好啊，又嚟到默默讀書嘅時間。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典型嘅召命例子。呢個人相信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就係亞伯拉罕。我哋立即開始故事嘅部分啦。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詛咒你的，我必詛咒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經文入面有講，神吩咐亞伯蘭離開3樣嘢。第一個就係本地，係指原本居住嘅地方，佢要離開佢嘅家園，去到一個未知之地。第二個就係本族，係指屋企人，要同佢哋割捨，離開佢哋。第三樣就係父家，係指家產，佢要離開自己父親留低落嚟俾佢嘅所有家產物業。呢3樣嘢都要將亞伯蘭連根拔起，要跳出自己嘅安舒區，離開自己嘅安樂窩，係非常之唔容易嘅一個決定。但係亞伯蘭領受咗。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嘅召命，意思係你要放低一切，我就會俾你一個應許。呢個應許同你所放低嘅嘢係完全相應嘅。離開本地，你要去到一個地方，你雖然你唔知道，但我會指示俾你。離開本族，你會失去所有嘅家眷親屬，但我會賜俾你一個大國，你必會有好多如海沙嘅子子孫孫。離開父家，你撇下你嘅家產，我就會賜福俾你，包括物質上嘅財富之福。呢個就係一個典型嘅召命模式啦。你要放低自己素來所依靠嘅、所重視嘅人物或者事，你要跨越限制，唔好俾呢啲嘢嚟限制你、束縛住你。坦白講，要決定離開呢一啲嘅嘢係好困難嘅，有好多人都唔願意去遵從。但係召命往往就要求我哋咁樣去做，所以召命同應許係相對嘅。你離開咗，我就再俾你。當然呢啲主要係指屬靈嘅福氣啦。我哋再睇下亞伯蘭點樣回應啊。亞伯蘭就照着耶和華嘅吩咐去了，羅得也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嘅時候年75歲。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和侄兒羅得，連他們在哈蘭所積蓄嘅財物、所得嘅人口，都帶往迦南地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神吩咐亞伯蘭離開哈蘭，佢二話不說就離開咗。問題係佢將羅得都帶埋去喎。神本來就要佢離開所有屋企人，佢就帶咗侄兒羅得同去。唔單止係咁，佢仲將哈蘭所得到嘅財物、僕婢等等一齊帶走。神吩咐佢做嘅事情，佢實際上只做到1/3，就離開咗哈蘭啦。所以亞伯拉罕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順服同咁有信心嘅。佢並唔係兩袖清風，拍拍屁股就起程，走得咁瀟灑噶。佢係帶齊咗所有嘅家人、僕婢、財物一齊走出去。點解亞伯蘭冇全部遵從神嘅吩咐呢？喺人眼中呢一個或者係情有可原嘅事情，因為第一佢冇兒子，呢一個就係佢嘅第一個限制，所以佢可能係將羅得當作自己一個仔嚟看待，以便後繼有人。其次嘅係喺以前穿越曠野唔可以好似今日咁樣坐車或者坐飛機咁方便，係需要有一啲牛羊傍身先可以生存得到㗎，所以要帶同財物牲畜一齊出去。而呢啲牲畜財物係需要有人看管嘅，所以就需要帶埋僕婢一齊去啦。嗰陣時候亞伯蘭十分之富有，佢願意離鄉別井已經係好難能可貴，或者呢一啲就係佢當時所能想到並且做到嘅順服啦。原來神俾亞伯蘭嘅召命係一步一步嚟嘅。亞伯蘭並唔係一下子就完全睇通睇透，完全達到神嘅要求。佢
佢係慢慢學習，逐步領悟，逐步跟隨，甚至佢嘅信心亦都唔見得有幾大，只係按住佢當時所能想到嘅方式，按佢眼前所能見到嘅情況嚟回應召命。嗰陣時佢面對嘅限制其實都好大嘅，因為佢唔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到邊度，亦都冇保障、冇資源。呢啲挑戰一啲都唔惹少啊！我哋面對嘅召命嘅反應，往往都係咁樣，一聽到就唔想去，唔敢去。我連去邊度都唔知，點樣去啊？唔知道、唔確定、唔清楚，因此亦都無從領命。呢一個就係最典型嘅藉口啦。我哋要對前面有咗全盤嘅認識，先至敢出去。因為我哋害怕離開咗自己嘅安舒區，害怕走出去自己嘅安樂窩，亦都好害怕蝕底，害怕冒險，所以就沒有足夠嘅保障。呢一個就係信心嘅考驗啦。所以亞伯蘭並唔係一下子成為信心之父嘅，佢係按住自己極有限嘅視野，跌跌撞撞咁慢慢先至學會完全嘅信靠。不過佢有一個優點，就係願意踏出去，願意領受召命。儘管一開始佢連自己去邊度都唔知，呢一個就係我哋要學習嘅功課。無需一下子做到神所有嘅吩咐，唔使計算，亦都唔需顧慮太多，無需樣樣都非常確定先至去行動，只管一步一步咁走就係㗎喇。亞伯蘭經過那地，到了示劍地方，摩尼橡樹那裏。那時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特利，東邊是艾。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後來亞伯蘭又漸漸遷往南地去。迦南是神要亞伯蘭去嘅地方，而家第一步已經嚟到啦。神帶領佢到達應許之地，亞伯蘭就築壇，即係確認佢已經取得呢一個地方。可是佢隨即又往南移，到咗另外一個地方。點解呢？因為佢到達嗰陣時候，嗰個地方已經住滿咗居民，但卻容不下他。現實環境確實係咁，神非常清晰咁指明呢一個地方，但係卻貨不對版。呢一度連立足嘅地方都冇，召命有陣時就係咁樣噶啦。我哋帶住好多嘅限制，要走嘅路就好似去到一條死胡同咁，根本冇辦法通過。亞伯蘭話唔定亦都係一頭霧水，唯有隨機應變，喺呢度住唔落就去第二度啦。嚟到伯特利依然冇地方喎，於是就繼續往南遷移。當然我哋可以話迦南好大，即使遷移幾次，仍然喺迦南嘅境地入面。應許之地確實嘅位置可以慢慢繼續揾嘅，要點就喺呢一度啦。神要你去嘅地方，往往唔會一開始就清楚指明喺邊一度，即使指明咗，你抵達咗之後，可能以為自己搞錯咗。你期望神會清楚話俾你聽要去嘅係咩地方，咁樣你就會去。但神偏偏係唔講清楚說明，你只能慢慢摸索。亞伯蘭就係咁樣，佢嘅視野就係咁淺窄，即使神清楚話俾佢聽係呢一度，亦都要好幾百年之後先可以成真。而當時佢係完全睇唔到日後呢啲事情噶啦，冇辦法明白點解呢一片土地就係神要賜俾佢嘅地方。你出去嘅時候，你係睇唔見一整幅圖畫噶，亦都唔知道神會俾你點樣嘅智慧。但你唔係要等到全部一目了然先至肯踏出去，而係要一步一步咁嘗試，甚至乎要碰好多個釘，摸住好多個石頭過河。你能夠走幾多遠就要走幾遠，能夠做幾多就做幾多。呢一度住唔落就去第二度啦，嗰度住唔落就再去到第二度啦。總之要不斷咁觀察、觀察再觀察。所以亞伯蘭一出嚟就遇到好多干擾。第一個干擾就係家園方面啦，就係喺呢啲已經係當地嘅迦南人